有关选举的假消息，也阁有一件，讲摕旧版的身份证，这户籍的地址若是改制进前旧县市的名称，都袂当来领选票。中选会澄清讲，这是无正确的讲法。这旧式的身份证是指94年12月21以前所发的。这位96年的元旦开始就停止使用，摕这种旧式的身份证，当然袂当领选票。但是94年12月21以后所发的身份证，拢是有效的。109年1月11要投票啊，也有人唔知。 1月11要投票，有3项物件爱记你查哦。查三宝、国民身份证、囡仔甲投票通知单。最近有网络消息讲，投票通知单顶面的注意事项有一条是摕旧版身份证袂当领选票，敢真正是安尼咧？中选会讲这是无正确的。94年12月21号以后核发的，那纵使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原来的台北县、原来的桃园县、原来的台中县、原来的台南县或高雄县，仍然是有效证件。也就是讲，旧版的身份证得像这种真旧的版本。伫民国94年12月2日以前合法的。 内政部公告，96年1月7日起停止使用，当然是袂当领选票。不过，若是94年12月2日起所换的新式国民身份证，就算身份证顶面户籍地址是县市改制，或者是合并改制前的旧县市名称，也是会当领出选举票的。所以，中选会请民众唔通相信管理网团错误信息。不过，嘛要提醒1月11日的投票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晡4点。满20岁选民唔通放弃投票的权利。